兴趣的家长可以参加这个社团。哎，四兄，你会讲台语无？阮四兄无法度讲话呢，啊麦克我拢无声呢，真诶啦。歹势吼，阮这爱控制一下，来，会使啊吗？哦，好来，四兄，你会讲台语无？ 无啥会晓呢。是哦，啊，校校毋是拢有咧教台语吗？系啊，我都就袂晓讲呢。哦，真诶哦，啊无至少你今日用迄个台语来庆祝今日的节日吧？我来试看觅下。祝在座的各位妈妈母亲节快乐！母亲节快乐！其实你讲了袂歹嘛，其实台语是台湾真重要的文化书生。啊，毋过呢，我是听比讲的较厉害啦，我嘛是做袂认得的吼。 所以呢，今摆呢，按说来呢，有602班甲603班所带来的台语搭水果的表演，请大家拍捧啊！大家好。 讲话爱大声。大家好，我是讲名台语。大家平安，我是真名趣味。阮两个叫做讲台语真趣味。讲台语的，咱今仔日要来遮创啥物？你这个真趣味的，一点仔都拢无趣味。来遮当然嘛是要讲我有偌尔趣味啊！呸！ 咱是要讲台语的趣味伫倒位？请问我叫做啥物名？讲台语啊。所以今仔日的主角是我台语。啊若无趣味，安尼嘛无意思。所以今仔日的主角是我真趣味。好啦，咱莫阁吵，咱赶紧进入主题啦。 台语拢总有8声，有悬有低，真好听。你若袂晓，毋免惊，慢慢练习音就正。你敢知影我咧念啥物？当然嘛知，苏老师逐礼拜拢有教阮念台语8声调。 对啦，你敢会晓用台语8声调来做一首台语诗？迄当然嘛会。9。今年是9年，我用9个台语8声调来做一首台语诗，互你批判。头前一条狗，狗边一只狗，狗仔拄好狗，狗啦毋通狗，狗着一只狗。 狗仔咧讲狗，狗仔有狗狗，狗甲狗狗狗。请问啥物叫做狗仔有狗狗，狗甲狗狗狗？迄就是狗仔足济，所以足吵啦。对啦，你敢会晓用台语8声调来念一首台语诗？当然嘛会。加，你用狗。 我用假的台语8声调来做一首台语诗。饲鸡祝咱好起家，家户户找甜家。阿姐今年要出嫁，夫妻善良有人家，成家要卖虾仔鸡。美梦成真毋是假，家年起飞拼悬家，金家温顺袂共价。 请问，啥物叫做金家温顺袂共价？就是袂甲别人冤家，好斗阵的意思啦。真趣味的，今仔日是啥物日子？今仔日是感恩的日子，庆祝母亲节啦。咱是毋是爱念一首台语诗送予所有的阿母？迄是当然的咯。这首诗叫做《阿母的爱》。 阿母的爱上介水，亲像春天的花蕊；阿母点滴的温惠，亲像甘甜的露水；阿母无私搁慷慨，亲
像月娘遐可爱，阿母对人好款待，亲像两生的天使，阿母大心阁温暖，互阮全家足安全，阿母辛苦无埋怨，互阮感觉无平凡，阿母笑容像春风，互阮事事拢亨通，阿母个性真开朗，互阮精神足清爽。我是讲台语，我是真趣味，讲台语真趣味，祝福所有的阿母母亲节快乐。讲和听台语真有趣，我回家要好好跟我阿公阿嬷说台语。真的，我也要努力在家里练习说台语。话说，四哥，你会唱歌吗？